祈祷，为着台南市祈祷。台南一直到现此时，咱的市长也是定定咧明年了，伊有一个心志，要甲台南变做是全台湾五常新明上界集中的城市。所以咱求上帝赦免这个代志，也求主保守引带咱，互咱是会当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的上帝，这个城市是属你的，阮为你名缘故。所以，阮伫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来守望，亲像上帝早前对着亚伯拉罕讲，迄个城内底若是有50个人，但是透过亚伯拉罕的祈祷，对45个、40、30、20、10，所以你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会当伫主面前，因为咱的公义，因为咱伫主内面所领受的义，咱要带着能力、稳定。来甲上帝求讨，恳求主来保守咱的城市，互咱的城市到落尾，终期会当真侪台湾的祝福，咱的教会真侪台南的祝福，咱家己真侪台南的祝福。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成就。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活我的君王，主你欢喜，互阮活起来。就是阮会通伫阮的日子内面，靠主有能力。你是主是上帝，主啊，你讲，阮只管勇敢向前行。主啊，你应允阮，通过阮会通倚靠耶稣基督的保护，阮会通真侪上帝你的儿女，阮会通伫圣灵的扶持引带内底，真侪一个义人，伫基督内底称义，靠着圣灵的能力称义。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允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主啊，出于信心的恳求是有能力的，出于上帝你所赏赐的权柄，我会通来到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疼痛甲祝福。主啊，所以为了这来感谢，你要继续保守、扶持、引带阮，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领受活命、恩典甲祝福。主啊，阮为着你所赏赐阮的丰盛。来感谢，阮为着你所赐予阮的日子，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主你存留阮的活命，为着要成就你的救恩；存留阮的活命，为着要互阮会通真侪上帝你手中圣洁会当路用神圣的器具。主啊，所以阮伫你的面前祈祷，仰望你伫阮的身上成就你的美好，为你的疼伫阮的身上，教阮同在，保守阮，赐恩伫阮，互阮会通倚靠主，心内有亏难。互阮伫主你的内面，能力顶面嘛，愈来愈勇敢，愈来愈伫主你的内面对你来行。哈利路亚！荣耀主上帝，你亲自任命阮，亲自赐恩伫阮。阮今日伫主你的面前领受恩典甲疼痛。原来主你是成就一切救恩的上帝。主啊，两花内底的这款政治的气氛，以及全世界精神的气氛，主啊，你讲当大水花好的时阵。就是地震动摇动到海的心，主啊，你伫迄个所在讲，你有完这个罪王，你罪王直到永远。主啊，我靠你的得有平安，信靠你的人永远无摇动。感谢主将一切平安赏赐予阮，才亲像基督所应允的，伫世间有苦难，但伫你的内面愿有平安。所以，阮会当放心，我会当伫你的疼痛内底。来行伫这个地面上，照住你的心意，真侪这个城市的祝福守望者，互这个城市真侪台湾的祝福，互台湾真侪列国的祝福。恳求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3月初9至4月17，教会配合全国祈祷网络，属灵高强度间歇训练，每日读经7章，读经总纲要3点，每礼拜为台美中祈祷禁食3摆，敬邀兄弟同来操练。
第二，今仔日南部教区春季大会伫世界之光圣教会举行，敬请兄弟一同为教区以及各教会事工大道守望。第三，3月21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四，3月22上午9点半，将伫教会3楼召开礼拜堂小散会议，请执事同工注意时间出席。第五，3月23礼拜日教会春季半日游，当日集合出发时间改做下晡1点，请有要一同出发的兄弟注意时间，伫教会集合。第六，4月22年度国外节主日将举行洗礼式，若有意愿受洗的兄弟向目前同工报名。第七，4月26南部教区举办主日学教师家长成长课程，敬邀共善协会讲师分享反毒教材宣导。地点伫乌来圣教会，费用每人300块。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补助200，家己付100块。欢迎对儿童少年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参加，请向孟村传道报名。第八，6月7、8，向碧树诗班将参与经典赞美诗圣乐合唱研习会的示范献诗。诗班成员持续邀约中，欢迎至招待所登记报名。跟我报上报好啦，请讲位啊。感谢亲爱朋友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新年欢喜，就是会当感谢上帝的透放。伫3月23，咱教会会当济人要参与去到基丁的旅游，就是讲本来是有当时有要坐公车，有要坐一寡家己开，到尾一寡行牧师，考虑讲迄个有哪分散去，有到尾当同团拢做一出做一入，走去到倒，安尼也较平安啦哈。所以咱有定，就是讲已经目前有登记，讲要坐游览车，我牧师为咱做游览车安排。咧游览车，咱差不多1点要出发，所以会记节后尾拜国语堂煞1点伫教会集合，马上出发，因为这个交通也无方便。第二就是讲，迄个费用，一个人爱有报名。参与要坐游览车的兄弟，一个要交200块的费用。以上的报告，若有甚物？已经目前已经报名30几位啊。所以迄个车位呢，等一下已经着连伊着客满，已经40啊，35吼，好。所以还阁剩几个名额，所以等一下还未报的兄弟，是讲还未等一下刷吼。若会记无缴，还未缴钱的，请做一道安尼完成个手续。以上报告，谢谢。来，下面交敬拜团。谢谢感恩教授哈。剩的无偌济哈，35位，紧绷40位啦，不能再多了哈。确实是有，但是太多了，真的40的就好啊。好，是安尼啦，唔好甲实在紧绷。好，所以有开车，有要坐车。有坐游览车，对唔对？好，安尼大家听得有清楚，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恁着欢欢喜喜，带着充足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请着今摆，请咱起立，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预备一起来专心专意来学乐咱的主上帝。伫伊殿中欢欢喜喜，你开要伫敬拜当中，你要重新地快乐。阿门。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啦啦啦。
阮伫咱的心内面，让成做咱儿乐。感谢，无论是上甜、盐甜、苦涩，拢伫儿乐。好，伫做儿乐当中，得着迄个大困啊来。全心全意来儿乐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儿乐主上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心灵自由儿乐主上帝，关声欢呼，关声欢呼来儿乐主上帝，关声欢呼来儿乐主上帝，关声欢呼来儿乐主上帝，心灵自由儿乐主上帝。来祈祷，啦啦啦啦啦啦啦，听用声来祈祷，甲感谢。好，主我们伫你面前献上我的感恩。好，我们用声来祈祷，我们用声来学乐。伫过去，伫日子，伫这礼拜，伫这时刻，享受我的大福分，有好的天气，有好的气温，有好的一切一切。主我们献上感谢。你也互阮全心全灵伫你面前，望你的保守，哈利路亚！我欢喜来到你的殿中，用我的气息，用我全心全灵伫你面前下拜，要继续来学乐你，全心全意来学乐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乐主上帝，啦啦啦啦。欢呼来儿乐主上帝，欢呼来儿乐主上帝，欢呼来儿乐主上帝。阿门。每个都爱上手，歌鼓上手来儿乐主上帝，歌鼓上手来儿乐主上帝，歌鼓上手来儿乐主上帝。无出声，连舌头拢要掰开学乐，餐野手目拢要来学咱的主，要继续伫主的面前欢欢喜喜。哈利路亚！餐野手目拢着欢喜，要来吟诗，要来敬拜。哈利路亚！恁出去，恁出去着欢喜，又见到我平安，大山小山伫前面。小唱歌，在声学乐吟诗，甲田野中的树木，拢拍手来学乐，一切情爱兴邦拢拍手学乐，咱的树木拍手学乐，田野树木拢拍手学乐，拢叫我学乐主，恁出去着欢喜，着天靠着平安。大山小山伫面前，发声唱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树木拢拍手来学乐，天色田野树木拢拍手学乐，田野树木拢拍手学乐，田野树木拢拍手学乐，拢跳歌学乐主，恁出去着欢喜。着因带平安，大山小山伫面前，做声唱歌，做声学乐吟诗，甲田野中的树木，拢拍手来学乐，一切情爱情都拢拍手学乐，田野树木拢拍手学乐，田野树木拢拍手学乐，拢拍手。声学乐吟诗，甲田野中的树木，拢拍手来学乐，一切田野树木拢
这声乌落就是甲产业中的树木，拢拍手来乌落。伊切切甲树木拢拍手乌落，行业树木拢拍乌落，产业树木拢拍手乌落，拢唱我乌落路，拢啦啦啦啦啦。唱吧，拢了，拢唱歌，你头来，人下个欢喜，定了因带平安。大山青树林间，这些树花，人真真学认识，甲产业中的树木，拢拍手来学乐，一切切甲树木拢拍手学乐，产业树木拢拍手学乐，产业树木拢拍手学乐，拢看我学乐路，拢唱我学乐路，再来，拢唱我学乐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妹，我欢喜伫你面前，哈利路亚，无论我唱甲家己子，我慢慢欢欢喜喜，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主啊，阮即时要用着迄真安静的声，心灵内面受你对阮的好叫，亲像你迄个叫撒母耳共款，等伊过一摆一摆叫的时阵，讲主啊，我伫遮咧静听，我爱听主的声。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地打拼。我爱听
成了。我要感谢，因为阮就是听你的声，阮就的确得寸搁有寸，得寸搁有寸，那咧咧。你是福气的所在，我心里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刻在，你用温柔的唱我心里爱。听着你叫，叫我向前，天国的路里面思考。你是福气的所在，我心里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刻在，你用温柔手牵我心里爱。听着你叫，叫我向前，天国的路里面思考。主，我们忘了这个恩典。我们讲，阮有福气，要得到这款恩典，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应允的一切。感谢你，哈利路亚！这款福气，每一个人配得拿到，配得得到。哦，主啊，是每一个人拢有福气的，只要愿意，只要愿意，我们感谢你。你是福气的所在，我心里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刻在，你用温柔手牵我心里爱。听着你叫，叫我向前，天国的路里面思考。哈利路亚！再次将拍婆啊，感谢主为咱所备办的一切孝恩，因着安尼调变到这款的疼痛，咱才会当欢欢喜喜无紧带，而且欢欢喜喜来为主尽忠，为主来尽忠，独伊是咱要奉献的对象，独伊是要咱军队的这个方向跟目标。感谢上帝。我已忘了谁敢把你背起心背对耶稣，追求后路面的富贵，对他对我出问候，主我归我主归天。
献给主，哈利路亚。甘心给列克主欢喜，你讲你去给我。第三节，咱个肯定来讲，家出要有困苦流离，主啊，拍开阮心内的目睭，互我看见。看见迄个需要，看见千万种失丧的灵魂，我无去看见教会风流，所以我要讲，主啊，主啊，我伫遮，我伫遮，请主来垂听，传到我名献无数，甘心眷恋他主欢喜，你讲你听。各位亲爱兄弟，这是咱特别要来为着家己来祈祷。大概过3年5年久，台湾圣教会一般的教会会大大欠牧师，大概整个台湾圣教会会欠30-40位的牧师。到现此时，大部分的青年人因无爱家己独立牧会，因较意爱做副牧。所以有真侪代志，真侪教会会欠牧师。咱求主兴起年轻的一代，愿意来承接，欢喜来承接，兴起新的撒母耳，兴起新的约书亚。互咱会通承接新时代的使命，求主赐恩伫伊的教会。台南市现此时大概有4%是基督徒，全台湾大概有6%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安尼就是意思，还佫有94%的百姓是还未信主耶稣。了后，咱也看到台南市，伫每一届伫咧西境的时阵，百姓咧软脚骹。去年敢若台湾妈祖。3月小妈祖，这个代志大概有1000万人参加。亲爱兄弟，你知影1000万人是啥物意思无？就是大概台湾一半的百姓参与伫这个代志的顶面。安尼就是咧甲人讲。人的心欠缺极大的平安，因咧超找平安。总是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是平安的王。咱有这个责任，也只有咱有这个权柄，会通去甲人保护因知，耶稣基督是。平安的王，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伫伊的内面都有平安。所以咱为咱家己来祈祷，真做一个福音的使者，真做一个保养救恩的人。同齐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厝内底还未信主的人来祈祷，为着咱的教会，真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是引带阮精进的主上帝，并且阮也是我靠主
伫得胜的位置顶面来征战的百姓。主啊，阮感谢你，伫你的厅内底，阮去征战，阮就一定会得胜。主啊，你引带阮，阮我靠你，靠耶和华征战，并且是做你所欢喜的征战。主，阮若无就是赢着灵魂，若无阮就是赢着荣耀的冕旒。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学到你，我们宣告安乐圣教会爱兴起来，爱复兴起来，爱伫主的内面讲，我是上帝的百姓，我甲主同行，我伫圣灵的规律内底对主来行。你是万恶的王，万主的主，你伫一切事上是阮怜悯帮赞照顾你的百姓，互你的百姓大有能力向前来迈进。耶和华引带阮，使阮甲阮同行，互阮倚靠主。互阮对你来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主啊，阮是欢欢喜喜来向前的。阮伫你的厅内底，对你的脚步，照着你所吩咐阮的，阮去甲人讲，耶稣基督是平安的王，耶稣基督是疼的主，耶稣基督是救赎阮，脱离罪恶，脱离苦难，进入平安，进入稳定。甲主同行的上帝，伫你的内面有平安，伫你的内面有稳定，伫你的内面有能力，伫你的内面有祝福。哈利路亚！愿荣光归于你，愿你的百姓，愿超出你的，真正互你找到；愿你超出的主因互你找到；愿祈祷你的得到应允；愿倚靠你的大得平安甲能力。感谢主。将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圣名，阿门。耶和华，阮感谢你的听堂，想述基督真侪阮的救主，主，阮的出就得到平安，阮入也要得蒙福气。你会听你的信息，甲你百姓三甲徛起，照主你所应允的，倚靠你的人拢无摇动。你是主引带阮的脚步，照你的应允讲。世界虽然动荡不安，两岸的关系虽然摇拽紧张，但是主你应允伫你的内面有平安，所以阮就用感恩的心伫你的殿中献上感谢的祭。主赏赐阮能力，互阮愿意接受训练，互阮愿意起来，按着阮的厝边头尾，按着阮的亲情来甲因讲平安的所在。互阮无掠福音做见证，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力。主啊，你亲自引带阮，透过祈祷，阮会通松开遐所有的捆绑甲锁链。主，你的听堂要甲你的百姓同在。主啊，既然你所敲找的，主，互因找到你；既然你所欢喜的百姓，定着因得救的，主将着得救的荣耀。加添伫教会当中，互教会承接福音的使命，真侪见证的团体，为主来活，为主发光，甲主同行，见证上帝的名。献上我的感谢，你使用安乐圣教会、圣安圣教会，真侪上帝你福音的出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拍鼓将荣光感谢归于咱的主，咱的上帝，堪受一切大的恶乐，荣耀甲上赞，赐阮救赎，享受恩典甲福气。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阿门。当作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来祈祷，真侪咱的敬拜。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我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得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嘢。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所以咱继续用上帝的话来启应。第4篇第11篇遐，迄个文安尼讲：义人啊，恁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直人的学老是合宜的。你用动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伊，用动伊唱新歌。弹得卡妙，声音洪亮。伊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愿全地拢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拢敬兄伊。耶和华的周算永远立定，思念万代相存。耶和华做上帝，迄个国是有福的。伊所竞选做家己产业的，迄个民是有福的。阿门。耶和华眼目看过敬畏伊的人，甲仰望伊慈爱的人。我的心要靠伊欢喜，因为阮向来我靠伊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阮施行慈爱。阿门。下面时间来聆听上帝的道。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撒母耳记下第10章19、19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了后，阿门人的王死了，伊的囝哈伦接续伊做王。大必讲，我要照哈伦的父亲拿轄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伦。对安尼，大必找牵新妇，为伊送付安慰伊。大必的新妇到了阿门人的境内，但阿门人的首领对伊的主哈伦讲。大必找人来安慰你，你想伊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伊找见新妇来，毋是相查窥探，要轻覆这个城吗？哈伦就将大必新妇的喙手剃去一半，又搁挂断因下半截的衫，互因露出下体，催发因转去。有人甲大必讲，伊就找人去迎接因。因为因感觉真见笑，甲因讲会当住伫耶利哥，听候到喙手生起来，才阁转来。阿门人知影大必验恶印，就找法人去招募庇利合的阿兰人，甲索伯的暗人人，步兵2万，甲马加王的人1000，讨庇人12000。大必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大勇猛的全军出去。阿门人出来，伫城门顶排阵。索伯甲利合的阿兰人、多逼人并马加人，另外伫郊野排阵。约押看见敌人伫伊的头前排阵，就对以色列军中竞选精兵。互因对着阿兰人排阵，剩下的兵到伊的兄弟阿比赛，对着对着阿门人排阵。约押对阿比赛讲：阿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赞我；阿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赞你。咱拢着刚强，为本国的民甲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伊的旨意来行。对安尼，约押甲军队伊的人进前攻打阿兰人。阿兰人伫约押的头前逃走，阿门人见阿兰人逃走，因伫阿比赛的面前逃走进城。
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遐尼，转去耶路撒冷了。亚兰人见家己受以色列人打败，就搁组织合大底下差遣人，将大河迄边的亚兰人调来。因到了希兰，合大底下的将军设法率领因，有人甲大毕讲，伊就组织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希兰。亚兰人赢得大毕败阵，甲伊相战。亚兰人伫以色列人面前逃走。大毕杀了亚兰700台战车的人，4万马兵，又搁杀了亚兰的将军设法。属合大底下的诸王见家己受以色列人打败，就甲以色列人和好，归服因。对安尼，亚兰人毋敢搁再帮战亚门人了。咱搁再一解来祈祷。赐平安的主上帝，阮仰望你的听筒，伫你互阮徛起地面上的日子，祝你应允阮，要叫阮倚靠你，心中有快乐。独到你是主，你甲一切倚靠你的人三甲徛起，并且你赐恩伫你的百姓，互见若倚靠你的无至高见效，并且会通举起头来。赢过四围的仇敌，主，阮仰望你的听，仰望你的恩典，独独是你，互阮勇行，帮助阮，互阮毋是倚靠家己的经验、才情甲势力，乃是伫主你的恩典内底，靠主，互阮身体得到恢复健康。当阮向你祈祷的时阵。求你怜悯阮，当阮呼求你的时阵，求你看顾阮；当阮伫病痛的时阵，主啊，帮咱照顾阮，互阮通过病痛，呼求你的名，对你得到医治，认捌你的疼痛，互阮会当诚做你的查某囝，互阮倚靠你，伫一切的事上恩上加恩。通过病痛，互阮得到救恩。主啊，继续引带阮，赐福甲阮同在。当阮伫这个所在要分享主你的话语的时阵，恳求帮助阮，互阮伫你的内面，正着圣灵的感动甲引带，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属天的平安甲祝福。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三甲做伙来看一个战争啊！今仔日这个世代内底，咧推行这个罢免，了有真济个代志，了有个人对着这个代志就真惊，了就甲牧师发赖讲，牧师啊，还是会站起来袂啦？哦现处是安尼是要安怎啦？我昨做日仔的时阵哦，咧牧师娘甲牧师妈做伙食饭的时阵哦，我就伫迄个所在讲哦，毋知呢，我毋知是毋惊死，还是毋知死，你知无？毋知是毋惊死，还是毋知死啊？而且我即马就对这代志哦，我拢感觉讲哦，这世间哦，到尾也就是安尼尔。可能已经活到60岁啊啦，感觉吼，就亲像人游览车小姐，你知影？人游览车小姐吼，要去食饭的时阵吼，就排阵，就排了较晚较早到，内底人吼还未食了，了迄小姐就落去，落去吼就甲迄饭店的人讲，哦安尼吼，讲伊就起来，起来就甲游览车的人讲，因为迄相亲嘛吼，出去，伊就讲各位亲爱的公阿嬷。我咧讲啊，讲内底遐样去食无偌久啊，连伊就轮到恁啊啦，所以吼，就是去食无偌久啊，所以毋好想，毋好伤惊吓啦吼。所以圣经内底甲咱讲，伫基督内底有平安。这世界咧战争总是咱爱为着咱的主权而战。圣经应允一个代志，咱
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咱袂当用阮人吞大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身份。咱毋是万册中国人，咱是无爱共产。这两样代志要分得清楚。大家好，耶稣基督厌恶罪恶，但是伊疼惜犯过罪的人。这两样代志要分这两样代志要分得清楚。耶稣基督厌恶罪恶。但是伊疼惜每一位犯过罪的人，并且要赏赐予因能力，会当怎样，成做一个好的人，改过自新过来。所以在咱的活命内底啊，烧战战争是定定会拄到的代志，但是咱爱斟酌注意，咱怎样看待战争这样代志，咱怎样面对世代咧更新改变。古早的时阵，阮小学有读一个故事。无定着你嘛有捌读过。这个故事内底是讲到一个庄头内底你若要出去，就一定爱过一个桥，毋是过奈何桥了后的时阵，有一只狗甲一只白狗甲乌狗。那这只狗对这边行过来，迄只狗对这边行过来，两个行到桥的中央，了乌狗就讲你退，我要进前；白狗就讲凭什么着我退？你退啊，我嘛要进前。两只狗尾后就伫迄个所在相拍冤家。就拢总落落溪内底，所以两只拢伫迄个所在，无法度过桥而且另外有一摆的时阵，一只乌羊，一只白羊来，羊行到即个中央桥的中央了的时阵，伫当中乌羊甲白羊看到乌羊讲我看你介先足赶紧，我先退后你进前。乌羊就讲安尼，咱真多谢你，伊就经过。过工的，过无偌久的时候，两个搁伫桥顶拄着。迄只乌羊就讲安尼进前我先，无你先过来，我才过去。所以两只羊拢总过桥了。所以迄座桥就买手的时阵，因也真侪真好的朋友。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底，甲咱讲到几项，讲伫迄个时阵大毕和阿文人以及即个阿兰人。因伫个所在有一寡的征战的代志发生，但是这个代志是安怎征战发生的呢？是迄个时阵大毕伊的伊的王国大毕王朝才才建立尔。伊伫当中伊真意爱和厝边隔壁的国家联合做伙。那用咱今仔日台湾即个土地来讲，就是大毕伊伫即个嘉义的所在建立耶路撒冷，嘉义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呢，阿兰人就是伫宜兰甲即个花莲迄个所在。那么呢，阿文人呢，就是台东迄个所在。但是因中是无中央山脉的，拢全部拢是平洋。所以阿兰人伫东北平甲北平迄个所在。那么阿文人伫东平即个所在，因随时是会当过来。和大毕做好朋友，但是嘛会当随时过来拍大毕。大毕王朝迄个时阵，才才建立起来尔。所以呢，大毕真意爱和边仔人同齐做伙做朋友。但是伫当中呢，伊派人去伫个所在，因为北平面阿兰王迄个所在，伊的即个进前的即个国王过身去，伊即个囝合论来接续伊做王。但是当伊接续伊做王的时阵文武大官、百官甲伊讲你大毕找拣人来，其实是要开探即个土地，可能等下就派兵来甲你灭掉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为着家己的利益、甲家己的空思梦想，就伫迄个所在建议国王爱伫迄个所在来甲伊卖顺探大毕的意思，所以伫个所在伊就。甲伊的大婿做了真侪侮辱的行为，所以伊无分辨这个代志。但是面对战争的时阵，咱怎样去看？咱内底要怎样来面对外口来的攻击？第三，战争会过去无？即使战争若是过去，伊会过来无？这是这段经文内底要互咱三甲做伙来讨论的。第一，咱会当看见伫这当中这文武百官对着阿兰王就是东北平这个国王，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大毕来，敢是真正要安慰你吗？因伫迄个所在所做的一寡代志，就是因用因家己的猜想，因用家己的即个经验，
伫即个世界烧钱的时阵，伫即个世界，大家人拢讲利益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咧想，代表即个王朝、即个国家，敢真正有要交阮好？因伫个所在用世间人的想法咧想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咱有的时阵嘛会拄到即款情形，敌人甲咱家己，咱分袂清楚，啥物人是咱的朋友，啥物人是咱的敌人，咱分袂清楚。啊，真歹分会清楚。来，我问一个问题哈，其实你心中有答案。我来问这个问题的时阵哦，等下自卫线都会小拍。中国甲美国倒一个是咱朋友？哦，等下就要小拍。好来。你莫小拍哈，等下迄个咖啡啊是爱好好啊啉啊，豆讲，莫咖啡摕起来破啊，会记哩，敌人是敌人，咱爱瓦靠的毋是美国，咱爱瓦靠的毋是中国，咱爱瓦靠的是上帝国。你一定爱甲这个代志记好清楚，你一定爱甲这个代志记好清楚。亲爱兄弟姊妹，圣经讲你毋通瓦靠人啊。目一年过的时阵，上帝若将伊一口气收转去，伊就啥物拢毋是。所以毋通伤过靠势。有个人靠车，有个人靠马，有个人靠美国，有个人靠中国，有个人靠股票，有个人靠囝儿孙。这拢是上帝所录用的祝福，无毋对。但是咱袂当倚靠祝福赢过倚靠赏赐祝福的上帝，迄个顺序一定爱甲用互伊清楚。只有上帝是咱的倚靠。了后，这当中你会当看见，这阿兰王因这人啊分袂清楚这代志，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安怎样吞大人的好意。咱会当感谢人，会当提防人，但是咱毋好，就是伊是虚情假意来的。咱慢慢毋好徛起新的敌人，见面3分钟，无必要做代志做甲遮超过。今仔日我是一个大赛，今仔日你是一个大赛，来到我的国家，我毋若甲咱，毋若无甲你洗骹，我搁甲你洗面。了后时阵，我咧喙齿安怎剃一半条伊呢？了后搁安怎？迄古早的时阵，因穿迄衫裙吼，就是对身躯黏落甲下骹面啊，了后对下骹节甲你夹掉，互你下骹面露出来。安尼是安怎？这就是用着一个极端的侮辱，咧侮辱另外一个国家。阿兰王迄时阵还阁强大，但是大笔的王朝搭只建立，大笔王朝搭只建立的时阵，伊意爱含隔壁亲家拢安怎？那甲隔壁拢当做亲家，安尼彼此相听，互相照顾。但是无想到我的热情诚侪，你对我的吞达，伊伫这个所在无分清楚，因相信这伊伫世俗内底所讲的言语。有真侪代志，其实伫咱的生活内底嘛是安尼发生。你捌听过一句话无？佛种一炷香，人种一口气。亲爱兄弟姊妹，这个话是毒药啊！耶稣基督讲啥？人扇你倒边面的喙皮，正边面安怎？恶过互伊扇。毋好用恶报恶，爱用啥？用善赢过恶。啊，无输你讲的无人做会到的啦，嘿，无人做会到，真正无人做会到。天主教有一个神父，或者罗云，伊一世纪去照顾送养的人，甲德蕾莎小女同款。有一届伊所开设的收容站，收容站就是将遐落难的人甲伊收入来。了有一届的时阵伊就是伫迄个所在咧照顾遐个人。以后的时阵有一个企业家因规团的人来拜访罗云因的这个收容所，看讲会当为因做啥，要甲因捐献。等伊大家去的时阵当入去的时阵罗云咧无用，罗云咧做啥代志呢？罗云看到一个人，伊的身躯有疮，
有粒仔，了后落伫迄个所在，家用的时阵，家积个人出来，啊，一直拢是黄的，积足久拢总抑阁是黄的，啊，积到尾的时阵抑阁无，所以尾手芦云就用头去揪伊的喙，啊，揪伊的手，硬用树家树出来。拄好迄个访问团来，其中有一个公司的总裁，就讲哦，因是1月日请你偌济钱，你安尼家用，哦。了后，迄个头家讲哦，迄后1月日哦，互我1000万，我嘛袂安尼家用。了后罗云神父家回答一句话：1月日1000万，我嘛袂安尼家做。迄个人错一个讲，啊无伊是互你偌济？罗云神父家回答：只因为耶稣疼我，所以我安尼做。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伤过相信这个世界互咱的价值观，咱来倒转来想，上帝所互咱的到底是啥？当咱若随谈这个世界，咱阁将着这个世界的话，放伫咱当中，伫遐流传，探来探去，到落尾，煮饭咖啡就会变做是非的所在。所以一定要非常斟酌。当我变甲世界共款了后，我搁世界的价值观摕入来伫教会内底讲，咱就是甲魔鬼徛共边，安尼敢听有？所以咱要非常斟酌这个世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因伫迄个所在面对这个代志，大必伫迄个所在受羞辱。但是你斟酌家己看，大必伫这个所在只是啥？厌恶第60讲啥？阿门人知影大必厌恶因。厌恶是啥？厌恶就是因为你做唔对的代志，所以代表怎？心中受气，或者厌恶。代表的厌恶，敢是有理由的？唔是哦。圣经甲咱讲，咱会当受气，但是唔通犯罪。代表伫这个所在，伊并安怎？伊并无调兵去攻打阿兰人，无。伊伫个所在心肝艰苦，伊为着这个代志，为着伊的大赛出去。结果光光荣荣出去，带着安慰出去，结果互人侮辱，见笑笑倒转来，代表心肝艰苦。伊就伫迄个所在讲，伊足艰苦心这个代志，伊讨厌阿兰王，伊讨厌这个代志。所以这项代志，阿文人知影阿文人知影大必厌恶伊，伊就找法人去招募啥？因为其实阿文人是另外一边的人，这边的人内底，伊是伫东边，是伫花莲台东这边的人。但是过去的时阵，阿文人就伫迄个所在定来伤害这个大必伊的王朝。伊这个时阵知影一项代志，就是阿兰王受到这样代志的缘故，所以阿文人就是台东这边的人，就去招花莲的人，招宜兰遐的人，同齐安怎？想讲因即马拄到这个代志，所以因就同齐起来，大必的王朝还未强盛，所以因趁这个机会就怎样，甲大必王朝灭掉，安尼因就啥？因就当占这块土地所有的利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世界运作就是安尼咧运作的。联合次要的敌人，攻打主要的敌人。这个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大必无发兵去攻击阿兰人，但是阿文人知影大必对着阿文人有提防，所以因伫这当中就去联合阿兰人，要起来甲大必王朝灭掉。咱今仔日看到这样代志，了后因就当这。伫迄个所在，到第70讲，大必听到伊就差派约押统领勇猛的全军出去，阿文人就出来伫城门顶城门前摆阵，因当齐做伙来攻打以色列，攻打大必王朝。但是人拢安怎？古早人讲一句话，这叫做啥？亲门大户来甲恁兜的门口啊！你阁无出来烧战，安尼就是啥？伤过软正。但是咱爱了解，咱是安怎来烧战？人若无犯咱，咱就无犯人。
人若敢犯咱，安怎为着国家、为着百姓、为着咱的尊严，咱安怎啊？咱爱起来征战。上帝以往一直以来拢是啥？拢是应战无发战，拢是应战无发战。上帝宽容咱，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嘛是讲，恁着宽容因。你无应该主动去攻打人，除非迄个国家内底罪恶贯满，若无上帝是袂发动人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伫遮呢，大必知影这样代志，伊就起来应战，但是伊无主动战争。了后伫即当中，咱会通看见大必听见第70讲，伊就差派约押统领英明的全军出去，亚扪人出来伫城门前排阵。了后，索巴甲利合的亚兰人，德贝人、定马家人，就是北平民甲东平民遐个人，全部拢总来。咱注意这样代志，上帝伫这个时阵将着阿比赛甲约押大必伫这个时阵甲约押讲，你统领全军出去。咱注意这样代志，约押这个人甲阿比赛因的关系是啥物货？这是亚西，就是大必因老爸。那么西罗亚就是大必的姐姐。那么西罗亚大必的姐姐，伊下骹面有3个囝，大囝阿比赛，第2囝还是第3囝，这2个无确定。总是这个是大囝。那么伫当中呢，阿比赛是伫当中算个上勇猛的，但是伫这个时阵，伊伫遮呢，大必找法伫这个初期的时阵，约押是一个真勇猛的将军，但是伫尾期的时阵，你会看到约押伫伊征战的过程内底，伊的品格有真大的问题。伊会把握每一个机会，灭掉对着伊的利益有关系的人。伊会把握每一个机会，互家己会当上升起来。总是你会当看见，其实阿比赛甲约押因是兄弟的关系，因爱叫大必，爱叫啥？叫阿叔、阿姑阿姑好，姐姐对，姐姐阿姑谢谢来这个五伦不分。好所以呢，在这当中因爱安尼所以当这款情景的时阵总是你看见总是阿比赛伊是独自伊捌甲过去咧拍这个王朝的时阵，建立王朝的时阵，伊捌含所罗伫迄个时阵，大必抑个受追杀，总是伊伫迄当中有机会入到这个所罗王的京城的时迄个军营的时阵，阿比赛是含伊做伙去的。伊伫迄个时阵讲，我会当甲伊拄互伊死，但是大必甲伊阻挡。总是呢，伫这个所在，阿比赛就将伊的枪甲伊的水壶摕去，了后迄个枪甲水壶放伫大必迄个所在。所以伊是一个对大必出生入死的人。约押的哥哥是阿比赛，就是阿比赛是约押的哥哥。伊捌举枪杀了300个人，伊做啥？大必3个勇士的首领，就是因这3个的首领。其实照讲，这个发号施令应该是谁？应该是阿比赛。但是当大必也看无约押这个人的时阵，大必差遣约押去做，约押伊也带这个人去。了，你斟酌来看，伊是兄哥但是这个时阵，战场的顶面是谁咧发号施令？伊的弟弟阿比赛有伫迄个时阵起来，含伊的小弟无？有起来伫迄个所含伊的小弟正无？伊甲伊讲好，伊就听伊的话，照伊的话去行去做。亲爱兄弟姊妹，伊约押确实讲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敌人赢过你的时阵，你有你的软弱。嘛，无一定你会得胜，但是若敌人赢过我的时阵呢，我有我的软弱，请你过来帮助我。追求咱爱安怎追求行伫上帝的真理当中。阿比赛有一个真水的品格，
伊伫即个时阵，毋是咧争大势，毋是咧争啥物人做头，伊咧做的一样代志是啥？为着国家的缘故，我愿意。虽然你是我的小弟，但是皇帝派你做代志，安尼我就听叹你的话。哦，这款的人格是非常的不得了。你知影真侪时阵吼，我若做二兄，阮小弟若讲啥，哦，迄意见若无啥相像的时阵，人过安怎？毋若甲伊讲你这无好，有时啊过安怎？甲伊教死几句啊咧。但是阿比赛无，阿比赛伫迄个时阵讲，伊点点，伊安静，伊就伫迄个所在来静静。咱的日子，当齐行伫上帝旨意，咱就会得到帮助。这个代志是啥？一项代志的一体两面。咱若要得上帝的帮助，咱就爱行伫上帝旨意内底。咱若行伫上帝旨意内底，咱就一定会得到帮助。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个代志。美国解放俄罗的战争，迄阵啊，乌人做奴隶，当咧烧战的时阵。了，因的战争愈来愈赢，哦，就是这个林肯所带的这个军队愈来愈赢。有人就甲林肯讲，吼，感谢林肯先生啊，哦，感谢，有够赞的，哦，咱烧战，上帝徛伫咱这边。了，林肯回答一句真有意思的话，伊讲我所关心的，毋是上帝是毋是徛伫咱这边。我上界大的关心就是，我是毋是有徛伫上帝迄边？因为上帝安怎，拢总是对的。变去安尼翻译对啦吼，哦对啦。迄美国人你爱甲问诶，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记得，咱着怎样对伫上帝的旨意内底来行。独咱徛伫上帝迄边。咱就会得到永远的胜利。有一本册这生命的挑战，伊讲真侪人拢是掠做讲吼，上帝一定会支持我的计划甲观点，会支持我的决定甲欲望。但是这款的认定内底，或者啥自以为是，上帝会引带咱，但是上帝无需要互咱引带，无需要咱改命令。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伫这个思想内底会当明白起来。对啊呢，国 TV 内底有一届的时阵伊出了一篇讲道，迄篇讲道内底讲做世上的掌权者谦卑一点因为只有跪伫上帝面前来，才会当徛起伫世间人的面前。咱若要徛起伫世间人的面前，咱大先爱跪伫上帝的面前。约押讲的话是对的，但是阿比赛所讲的话，佫较是伊的作为，佫较是值得咱效法的。无为着权力、名声、地位，和人争大势，为着上帝的国，为着咱的百姓的需要，我愿意甲你做伙并肩作战。这就是咱伫主的面前所会当徛起的。有一幅图真有意思，讲咱若是干那彼此互相相拍，兄弟仔相拍，就亲像人甲狮咧相战，狮要食人，人伫迄个所在吼野刀要甲狮拄落，结果发现讲两个人拍甲用要死的时阵，有啥哭鱼拄好伫你边仔伫遐咧看恁两个相拍，到尾安怎哭鱼就会当食自助餐，食buffet，所以呢，咱爱斟酌。咱是怎样咧经营咱的人生？以后因烧战赢了后，才约押因就离开亚扪人，倒转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圣经毋是停留伫遮，圣经继续讲啥？亚兰人看家己受以色列人拍败，因无认为因家己的软弱，因为以色列王朝迄个时阵大只建立，真奇怪，是安怎原来战输伊？所以亚兰人因伫迄个所在，各当齐组织，将着全部的亚兰人拢叫过来。
咱王因认为无应该的事啊，亲爱兄弟姊妹，对着咱来讲，这是对咱一个真重要的启示。你唔好唱衰台湾，知无？嘛唔好感觉你当咱要甲人传福音的时阵，你嘛唔好感觉讲啊，伊未信呐。咱若讲啊，伊未信，安怎啊？安尼，我来讲，咱就袂去传福音嘛。因为咱心内底就想讲啥啊，伊未信啊，咱就免传啊。这段经文内底讲，咱虽然是一个初建立的王朝，但是咱所挖靠的是啥？万军的耶和华呢？咱国虽然大，过去伊强盛，伊的资产、伊的资源嘛非常的多，但是今日讲耶和华上帝才是运作这所有资源的，耶和华才是上帝，咱王唔是上帝。所以大必伫迄个时阵，佮调集全部的人来甲因三甲做伙。咱爱会记得一项代志，攻击一定是会来的，伊会了停止一点啊。但是安怎？伊会了停了，但是伊袂停止。咱的活命、人生的过程内底，苦难会来，试探会来，万项代志拢总会来。但是这个时阵是啥？这是当咱会当上帝祈祷，这是当咱会当和上帝更加亲密连接的时阵。人生有苦难，人生有病痛，但是苦难甲病痛应该是引带咱，互咱更加跪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即时需要你，我永远需要你。上帝啊，我过去唔捌你，但是我捌听过你的名，恳求你伫这个时阵引带我，互我会通来认捌你，来经历你，互我会当经历你的医治，互我会通认捌你，所以我会当相信你。亲爱兄弟姊妹，咱厝内底若是有这款病痛的人，咱若是厝内底有人也未认捌主的时阵，咱会记得。就是伫这个苦难的日子，无定到，就是亲像大比的王朝大家建立，但是上帝帮助伊，伊无去主动和人相战，但是当别人来攻击伊的时阵，伊就勇敢起来，靠上帝征战。其实整个大比的王朝对头到落尾，拢是靠上帝征战来赢起来，来建立起来，敢毋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过去到伫现在，咱经历上帝遮尔济，每一届的经历，迄都是应该咱会当甲上帝见证的事件。无论是咱的病痛得到医治，无论咱伫苦难当中，就是咱今仔日抑个伫苦难内底，咱嘛犹原抑个倚靠上帝有仰望。我进前的时阵看一篇讲章内底，迄篇讲章讲人生的过程内底，若无你就是得到，那无你就是学到嘛，对不？你要么就是得到，要么你就是学到。所以咱倚靠上帝，那无咱就是得到上帝互咱迄个征战的胜利，那无咱就是学到安怎？咱做工课、做代志的秘诀，要么就是学到，要么就是得到。共款这个道理，咱倚靠上帝，那无咱就是得胜。那无咱就是得到冠冕，就是这两种尔。要么我们就是得胜了，咱已经得胜赢过受敌；那无咱就是顺道，顺道安怎？顺道咱就得到冠冕，就是这两种尔。所以攻击会来，并且安怎？一届搁一届来，咱王会来。亚捫人落尾手的时阵，因虽然归服大必，后届伊搁有造成大必王朝。因的伤害无有，咱若搁继续看撒母耳记，继续甲看咧，看列王记上哈。亚捫人这一届虽然战输啊，但是伊后届搁继续攻打大必王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试探、征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还是咱的信仰和世界的思想的冲突，拢总会来。但是伊会了停止一时啊，总是伊袂停止，伊会继续来。这届无赢过咱，后届搁要甲咱吞吃过，这是一定的代志。圣经应允咱，
每一届征战的时阵，因怎样？大必伊就调集全军同齐做伙来。咱爱甲咱的时间放伫对外口，毋是放伫对内底。牧师啊，请各位特别为着你看周报迄个所在哈，来看周报第5页，掀过去。周报第5页第4个报告事项，礼拜六要伫教会3楼吊规礼拜长修宪会议，请接受同工注意时间来出席。亲爱兄弟姊妹吼，你看吼，你看这吼有无？这只吼闭起啊，这安怎扑鼓用要落落来有无？哦，个这吼，你也看这吼，这房啊吼，一地过去是平啦，即摆拢安尼流含落来，哦，毋是讲伊无一定有马上的危险啦，但是吼，伊需要修宪。总是出时的修宪吼，有个人讲要甲伊装较水咧啦，有个人讲哦，毋免装遐水啦，加修理一寡较所在，互伊较坚固咧。既然都有要用啊，所以现出时哦，咱也甲伊讲的时阵，就是有2种看法存在伫咱当中。牧师过去即个月安尼，心肝头扎扎，胸坎仔拔拔是安那，就是为着这意见咧调和袂好势，所以牧师拜托你为这代志祈祷礼拜堂修宪修宪到尾彼此的意见无合，安尼牧师就甘愿莫修宪。你敢听我意思？修宪无应该成做教会的争端呐。咱是为着教会，互伊更较水、更较好、更较实用。但是同齐拢要做会到的时阵就会开足侪钱。但是钱若无开即马无开钱呢？后届呢，开搁较侪钱，安尼我意思无？所以咱毋茫互钱甲咱拔掉咧，但是咱嘛毋是讲要乌白用钱，所以请咱特别爱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合一应该伫咱当中生发出来。咱的气力是要怎样甲用，互伊搁较水、搁较好？伫咱兜、伫咱的家庭嘛是安尼啊，毋好互次要的代志，诚侪咱上界变做咱上界重大的负担；毋好互次要的代志变做咱上界重大的负担，毋好安尼。所以请大家爱为这祈祷。当你想到的时候，就为这代志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了后，当咱三甲做伙同心的时阵，咱就会经历上帝的同在。对安尼看到这样代志，大必伫这个所在伊和阿兰人相战，当因和阿兰人相战，并且安怎大得胜，杀死了700台战车的人。迄个时阵战车毋是像咱即摆坦克啦迄是马车拖后壁的所在有战车有徛人的所在。但是迄拢是非常勇的将军才有咧坐，介厉害的牛人才有咧坐迄个。但是大必伫这个所在赢过，并且搁啥，杀了因4万的马兵，叫其他的步兵无算所以大必这一届的得胜是啥？是一个大得胜。对安尼的时阵圣经讲，又搁杀了亚兰人的将军设法，甲伫这当中所有。就是阿兰王伫迄个时代内底，因为即届战争安怎，就愈来愈削弱但是大必的王朝安怎，伫上帝帮助内底，愈来愈强盛，愈来愈丰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过去检测咱真辉煌，过去无定着咱真勇。但是咱请爱会记哩，咱是倚靠上帝，甲上帝三甲同工的，所以是经历上帝的同在，是别人对着咱的帮助。大必无将着这个荣光归伫家己。过百年，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波兰的天文学家，伊也是一个数学家，伊也是教会
教会发的博士，伊也是一个神父。伊伫迄个时阵啊，伫迄个古早的时阵哦，大家人拢讲啥？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是过100年，伊伫迄个所在，通过伊观察这个天体的时阵，伊了解讲，毋是其他的星射着地球咧射，乃是地球照着日头咧射，毋是日头射地球，是地球咧射日头。尾手的时阵啊，过百年这个代志是正确，总是到落尾手的时阵，嘛毋是。即马咱会了解这样代志，日头敢毋是宇宙的中心？毋是哦，日头嘛毋是宇宙的中心哦。伊只不过是宇宙所有的太阳系当中的一种系安尼尔。宇宙当中有几来个太阳系就对啊啦。所以你会了解这个代志。所以伫这当中，伊嘛毋是正啊，但是安怎伊开启另外一扇门，就是讲，迄个知识是一直咧修正的，但是上帝知识是啥？一直存在，无改变的。过100年，所以伫迄个所在讲，我伫真侪问题顶面，我的讲法甲别人无共款，但我的知识会得到，我应该归功伫因所有捌努力打拼过去的。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学会晓，将功劳归于别人，将应当归于上帝。当咱会晓将功劳归于别人，将应当归于上帝，咱就会通伫众人的面前得到真实的合一，嘛会真做真做人的祝福甲帮助。迄就是上帝所予咱的。咱的确就爱同齐对外，咱有真侪代志爱处理，但是咱毋好惊吓，咱倚靠上帝。这是一个叫做啥？野外摄影家野外摄影的人所摄影的。有一个伊看到3只狮群啊，伫迄个所在咧，要掠这叫做牛羚啦，就是牛啦，一种牛啦，但是毋是水牛，伊叫做了一帮的时阵看到这狮会伫这当中甲这牛弄互伊变线群，了去找一只上介细、上介走上慢的、上无力的，了后这狮会拔起哩，拔甲迄牛其中上落单的迄一只，或者是家己一只，迄个走的迄一只，会甲伊拔起哩，就甲迄只牛正去。但是这一届这个野外摄影家伫迄个所在看到的时阵，这牛无走呢。这牛你也看伊头拢安怎对外口来，结果尾换啥物人走？换狮走，知无？尾结果的时阵迄狮3只狮拢互这牛甲伊弄散去。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的气力到底用伫倒位？圣经应允咱就爱伫上帝面前，知影会晓得甲伊相同行。咱同齐做来读这2段经文，请。恁若彼此相疼的心，众人要认出你是我的学生。全律法拢包伫疼人亲像家己即句话内面了。恁就爱谨慎，若三加三吞，只行就爱彼此消灭了。所以，咱若是无互相商量，就会变做地狱；但是咱是互相商量，就会变做天堂。代志的成就，是因为咱彼此相疼和睦；气力的生成，是因为咱彼此团结。代志的失败，因为咱相争。但是咱若会当同齐做伙，咱的气力就会亲像城墙遐尼啊坚固。所以牧师、执事、主日兄弟姊妹，咱有真济无共款做代志的方法。但是这代志做方法，若是个人事，到落尾教会就会分裂。但是咱若彼此相疼，互相协调，互方向是一致的，咱就会变做一个群体。美好的群体，超出上帝的心意。毋是我的意见一定爱实现，是我的意见，互人知影。我嘛尊重人的意见，总是咱同齐超出上帝，你爱阮怎样做？当咱会晓得
安尼来敲吹，咱犹原共款的做工课，咱犹原会是牧师接受会主义妇女兄弟姊妹小组上青团契，咱犹原共款的做工课，但是咱做的工课是伫厅内底彼此起造起来，并且咱是见证上帝的名。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会通看见，每一个人三角做伙方向一致，彼此合一，伫上帝的厅堂，同心来起造。有看到无？只有两字呢，合一有无？爱合一知无？安尼，咱的教会礼拜堂遮，即个是不是加菜伫遮才有路用？当咱安尼来，咱就会当认出啥物代志咧消磨咱的生命。哦，了仰望上帝恩典，彼此相听，同心对话。外部的攻击来，无法度甲咱拍倒；对着黑暗的权势来，嘛无法度甲咱拍倒。安尼，咱会有能力来向外用听来起造教会，带人进入伫基督的救恩内底。教会爱成做强盛三听的军队。咱成做上帝的家已经真久啊！咱即马学习成做上帝的军队，同心压头来祈祷。愿主上帝，你亲自帮助阮。阮彼此相听的日子真久，这30几年来，伫细囝甲上帝你三角，互主你录用的日子，主你建立一个听的教会。祈祷的教会，总是主你甲阮讲，教会伊毋那敢若是一个听的大家庭，主伊爱成做社区的灯塔，伊爱成做训练的所在，互教会成做病院，互教会成做军队，主互伊成做军事学校，愿你亲自施恩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伫未来年日甲主你同行，伫既然已经有的基础顶面继续起造，互上帝你的能力甲权能运行伫你的教会当中，互阮成做耶和华的军队，靠主征战，得胜得胜搁得胜，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无好，咱感谢主。来，咱甲兄弟姊妹讲，咱爱对家庭成做军队，甲伊讲来。咱拢总同齐拍拼。阿免，同齐起立，同齐来奉献，用感恩的心来献伫主的面前。我已帮了世间万民，为去世界对耶稣，世上好路名利富贵，对答对我手本土，主无亏我，主未欠我，心都本分我着尽。为何心内无信惊呀？笑咧头看面，光阳快过前途要紧，主的恩典教我用，是因山高做手扶持，留我成功着真重。那我灵魂何处借去？是呀，我已将注意，就是帮的鼓励我，主要照顾永无离，到处没有困苦流离，互相来照顾。千万灵魂失丧，教会洪亮高和谐。我的家请主来切开，
阮的生命献予主，真心叫了讨主欢喜，地高地天见我主。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接纳你所有的奉献，各愿你的活命透过读圣经、祈祷，愈认捌上帝，甲家己交托予上帝，照伊的话语去行，互你愈经历伊的信息、伊的慈爱、伊的赏赐、伊的救赎。各愿你伫一切善事上，就是上帝所欢喜的事上，亲自成全你，互你倚靠圣灵的气力，伫凡事上得胜，搁得胜，满满诚做上帝设立伫这个社区，伫你的家庭，并这个城市国家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